字据签好了没？签好了就把那小娘子送出来，哥哥们替你疼疼。大哥，听说那张嫣儿以前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那皮肉，咱们今天有福了。手腕这么细，全是茧子和淤青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跟着原主吃糠咽菜，挨打受骂，到现在都没想过逃跑。这种极品贤妻，原主那个畜生竟然舍得卖进窑子。当家的，我自己走，我不让你为难。撕了，那是30两银子啊！他的眼神，这还是那个为了钱连命都不要的李二狗吗？把眼泪擦擦。当家的，没了契约，洪大会打死你的。以前那个窝囊废李胜已经死了，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只要我李胜还活着一口气，天王老子也别想动你一根指头。哟呵，刚才那一雷把你脑子劈坏了，敢这么瞪着爷？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小子把卖身契撕了！撕了！李胜，你他娘的找死！既然没气，那就直接抢人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老子废了你！我的手！回去告诉孙笑川，3天后30两银子，连本带利我全还给他。你等着，到时候拿不出钱，老子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滚！三天，就3天，走！你把洪大打了，他们是孙财主的人，我们死定了。李胜，你让我死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不要！当家的，你的手！死很容易，活着才难。信我一次。3天，我把天给你捅个窟窿，也把钱填上。家里还有吃的吗？还剩半个红薯，我一直揣在怀里温着，是留给你的。原身那个混蛋把家里败光了，还要卖他，他饿得手都在抖，却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这个畜生，这就叫傻得让人心疼吧。你吃，这点东西不够我塞牙缝的。可是家里1粒米都没了，你去哪儿弄吃的？进山打猎。不行，那是黑风山，村里的猎户都不敢近身处，有大虫吃人，你会没命的。那是对别人，对我来说，那是天然的粮仓。把锅刷干净，水烧开。等着，今晚老子让你吃上肉。哟，那不是李二狗吗？这是又要去哪家偷鸡？看着吧，不出3天，这小子要么横尸荒野，要么进大牢。腥臊味，野猪，200斤往上，刚过去不到半刻钟。好家伙，够劲儿！
那李二狗进山一下午了没动静，怕是真喂了狼了。行了，燕儿，别傻站着了，这都3个时辰了，李二狗那身板进了黑风山，怕是早被狼骨头都嚼碎了。死了干净，那种人渣活着也是祸害张家小娘子。就是可惜了张嫣儿，刚死了男人，又要被孙财主抢去抵债。那是出了名的阎王殿，猎户都不敢在那儿过夜。你还是准备后事。不，当家的说了让我烧水。呸！那个烂赌鬼的话你也信？他要是能活着回来，还要能带回肉，我把这地上的泥吃了。谁说我回不来？那是大虫，不是大野猪！天爷，这么大的野猪，3、5个壮汉都不敢近身，他一个人弄死的。水烧好了吗？烧好了，滚烫滚烫的。地上泥挺多的，趁热吃。当家的，你受伤了。不是我的血，起锅吃肉。好，好。哟，李生，好手艺啊！不过这山是孙老爷的，这猪自然也是孙老爷的。来人，给我抬走！这是我当家的拿命换来的，你们不能抢，这是我们要还债的钱。还债？这山头是我们孙老爷买下的，山里的一草一木都姓孙。李胜这叫偷猎，没把他送官府已经是恩典了。给我办事！你说这山是孙家的，地契呢？拿出来。这十里八乡，谁不知道这山归孙家管？没地契就敢明抢，大梁律法，无主荒山，见者有份。你想拿走这猪也行，问问我手里的刀答不答应？这疯子真的敢杀人！好，你有种！3天后要是拿不出30两银子，还不是得把所有东西抵给赌坊？到时候看你还诓什么！走！天哪，这李二狗真转性了，连孙管家都敢骂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孙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吃饱了才有力气活下去。当家的，你今天得罪了孙管家，他们肯定会报复的。要不咱们跑吧？跑？能跑到哪儿去？与其像狗一样逃窜，不如留下来，把这帮豺狼一个个打趴下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县有名的烂赌鬼李胜吗？哪儿偷来的死猪啊？都有臭味了。刚死2个时辰，放血干净，识货的出价，不识货的滚。哈哈，听听，一个赌鬼还拽上了，这猪肉色暗沉，一看就是病猪，吃了是要死人的。我就说嘛，李二狗哪有本事打猎，肯定是捡的病死猪，差点被坑了。这种人真缺德。也就是我心善，不想看这病猪肉流出去害人。这样吧，2两银子我收了拿去喂狗，就当做善事了。2两？你那双招子要是瞎了，我可以帮你剜出来。给脸不要脸，在这集市上，我说它是病猪，谁敢买？拿钱滚蛋！这猪归我了。来人，抬走！谁动谁死。住手！哎呦，这不是罗大小姐吗？这点小事哪惊动了您？哎，这就是个泼皮卖病猪肉，我正帮着衙门清理。一刀断喉，不伤皮毛分毫，甚至连猪血都已放进，保住了肉质最鲜嫩的口感。这等顶级的猎杀手段，这等上好的野味，在你醉仙楼掌柜眼里是病猪。这小的眼珠，这就是我要找的货，100两。100两，我没听错吧？罗小姐，您看走眼了吧？这猪肉哪值这个价？
掌柜的，你在教我家小姐做事？不敢不敢，小的只是怕小姐被骗。这猪撑死值10两啊！猪肉值10两，但这完整的野猪皮加上这神乎其技的刀法，值90两。王掌柜，做生意靠的是眼光，你这双招子确实该弯了。成交。钱货2千，多谢。我这是错过了什么呀？慢着，看你身手不错，若日后还有这种好货，或者想谋个差事，可来罗府找我。日后再说。普通猎户绝不可能有这种杀气和刀法，这个男人差。有了钱，但这副身体还是太弱，得多吃肉。李二狗，时辰到了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大哥，肯定跑了，我就说这小子在吹牛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来人，把这小娘们带走，今晚就送去给雷老大暖床。别过来，当家的会回来的。回来？他怕是早就死在山里喂狼了。动手！哎呦，谁拿石头砸老子？你要的钱，数数。真的，是真银子，30两，还不止。当家的，钱给了，滚！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是不是偷的？你想试试我的刀？行，算你狠，但这事没完。这身体太虚，强行运气的后遗症。不过这只是开始。有意思，看来这李二狗身上藏着大秘密啊！回去禀报老爷，这人不简单。当家的，你别光看着我呀，你也吃。看着你就饱了，不过还是有点馋。太瘦了，抱着硌手。我会多吃的。多吃点肉，把身子养软乎了，这漫漫长夜才经得起我折腾。当家的还在吃饭呢。饭你吃饱了，该轮到我吃了。老爷，硬来怕是不行。那小子现在手里有刀，而且好像跟1城千金搭上了线。罗家那个丫头确实不好惹，不过狗改不了吃屎。孙老爷放心，只要他是赌鬼，我就有办法让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把他弄进你的赌坊，我要他输得倾家荡产，输掉老婆，最后把命也输在桌上。得快点回家，小娇妻还等我呢。哟，胜哥，听说昨儿个发财了，咱们来兄弟那玩2把。滚！别介呀，雷爷说了，你要是不来，就把你家那细皮嫩肉的小娘子接过来替你。你说什么？再敢提他一个字，我要你的命！李胜，好大的威风啊！雷老虎，看来你是活腻了。我活腻了，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。燕儿，真香啊！可惜是个烈性子，为了不让我碰，竟然想咬舌自尽。你找死！想救人，我在赌坊摆了生死局，1炷香时间。来晚了，我就当着全城赌徒的面跟你的小娇妻开包。燕儿别怕，夫君这就来。
带路。小美人儿，别看了，你那废物男人怕是已经被我的人剁成肉泥了。兄弟们，今晚的彩头谁赢了，这官家小姐今夜就归谁。雷爷威武，扒了他，扒了他，扒了！雷爷威武，扒了他，扒了他！我的手！哪只手碰的？好身手，竟然能杀穿我的死尸阵！别动，再动一步，老子割了他的喉咙！刚才在巷子里，一共31个人，我用了60息。杀你，我只需要1息。少他妈吓唬我！进了这扇门，是龙也得盘着。想救人，行，咱们按规矩来，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很简单，摇骰子，3局2胜。第1局赌你1只手，第2局赌你1双眼，第3局赌这小娘娘的命。太慢了，1局定生死，我赢带人走，你的命归我。我输就按你说的来，敢不敢？好，够狂，老子成全你。待定离手。白小早已和荷官串通好，这局必是1、2、3、6点小。我也买小。什么？变粉了，这算几点？0点。你的6点还是太大了。你出老千，把他给我剁了！既然赌桌上讲不通道理，那就一刀讲。还要赌吗？哦，你赌不了了，因为命都已经输给我了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拿走了。饶命，爷，我服了。没事了，回家。谁敢拦我？大胆狂徒李二狗，竟敢持夜行凶，聚众斗殴，给我拿下！赵捕头，他杀了我的人，还抢了我的银子，快杀了他！拒捕者格杀勿论，放箭！赵捕头好大的官威啊！罗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罗府新聘的护院教头。怎么，赵捕头觉得我罗家的人是匪徒？在下奉大小姐之命，来此捉拿诱拐良家妇女的恶徒。赵捕头，雷业开设地下毒坊，逼良为娼，这事儿若是捅到上面去，你的位置还待得稳吗？罗家在京城有人，我还是不得罪为妙。混账东西，连罗家的人都敢坑！来人，把这雷老虎给我锁了，查封毒坊！你冤枉，我冤枉啊！人情我卖了，命我也救了。李胜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命是我的。只要不违背道义，这条命，罗小姐随时可拿去。很好，最近槐树县不太平，明天来罗府，我有件棘手的事需要你帮我去做。
嫣儿，你回家等我，夫君一定会带你过上好日子。这是更大的漩涡，何尝不是更大的机会？这身板，别说杀人，怕是连娘们的床都爬不上去吧？拿开你的脏手！有些蛮力。二叔若是觉得他不行，那就让林教头和李胜比划比划。小子，选兵器，别说我欺负你。赶狗而已，用这个足够了。狂妄！老子劈了你！反了，反了！一个穷酸军户竟在罗府行凶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射成刺猬！小子，刚才我是一时大意，现在几十家强弩对着你，你功夫再高能快过剑，跪下磕头也给你留个全尸！杀了他，他是黑风寨的奸细，放箭！找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大哥，敏儿疯了，他不知从哪儿领回个烂赌鬼，打伤了林教头，还要杀我，快下令杀了他！爹，他就是那个单杀野猪王的李胜，我专门请他来救怀双县的。救怀硕，就凭这个泥腿子？大哥，别听这丫头胡说，这小子，你打我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！林教头这把刀重80斤，能用一根柳枝把他震飞，并钉入石头，这等功力，即便是在京城禁军中，也是教头级别。连这种高人你都敢得罪，你是嫌我们罗家死得不够快吗？李先生，小女鲁莽，舍弟无珠，如今黑风寨越加猖狂，怀朔县只能拜托先生了。既然罗小姐信得过我，这买卖我接了。罗大人，不好了！黑风寨送来断头信，若3日内不交出1万两白银，他们就要灭了金明屯，然后血洗县城。赵县令急火攻心，晕过去了。1万两，我就算卖了罗府也凑不齐呀！李壮士，黑风寨二当家鬼剑头带了100号悍匪，就在金明屯外30里，官兵指望不上。1万两，给他买棺材吗？罗大人，给我500两现银，50套皮甲，3车精雷。你要这么多军资干什么？想跑路？3天，我能帮罗大人解决麻烦。他的实力，我此时也别无选择，只能赌一把。好，开库房，只要李先生要的，哪怕搬空库房也给他。小心！这么多钱粮，万一这小子拿着跑了怎么办？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告诉黑风寨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还有，准备好庆功酒。这哪里是烂赌鬼，这分明是杀神下凡啊！别做梦了，李胜早就拿钱跑了，土匪马上就到，男的杀光，女的抢走，想活命的把地契都给我，我孙家保你们不死。夫君不会跑的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回来？他要是敢回来，老子当场吃屎！李胜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银子，这是粮，这是甲。乡亲们，抄家伙，咱们杀土匪！看什么看？谁敢捡李胜的钱，明年的地租翻倍，收回租地，让你们全家饿死！李胜，俺们不敢啊，俺们还得种地吃饭。种地？种他孙家点破地能吃饱饭？我李胜今天招护村队，只要入选，每人每月2两银子，包吃住，顿顿有肉。2两银子，这比县城捕头工资还高。你吹牛！现场发钱，谁来？真给肉吃！俺力气大，家里没地，俺跟你干。举起来。好，归队。赏银5两。我没力气，但我杀过狼，只要钱给够，命卖给你。有点意思，归队。哈哈，这就是个半大孩子，李胜你也收？
是个好苗子，归队。这是杀人计，不是绣花。插眼、锁喉、踢裆，怎么狠怎么来。这辈子值了。哟，这就是你的兵，一个个站得木头桩子似的，能打仗？我看是养了一群傻子吧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群傻子打散！结阵！打呀！孙老爷，我的这些傻子好用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去告诉黑风寨的探子，这只是开胃菜，想吃下我李胜，得看他们的牙口够不够硬。滴血，是马队，数不清，全来了！喊吧，喊破喉咙也没人听见。李胜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！杀！鸡犬不留，把李胜的皮给我剥下来做灯笼！丁大山，你们狗呢？特战队，堵住缺口！俺身后是俺娘，谁也别想过去！撑住！这就是李胜家，他老婆在里面，抓住了他，李胜就是条死狗。当家的，我绝不拖累你。这娘们够了，带走！李胜，你确实是个人才，这10几个人杀了我50个兄弟，可惜你也到头了。李胜，你看这是谁？给我跪下，否则老子现在就让他血溅当场！孙胖子，跪下，自断双臂，我留你全尸。这就是你们的底牌吗？很好。小海，点火！收到。还有谁？妖叔，这是妖叔，快跑啊！别跑，给我杀了他！他就一个人。一个人？杀你这群猪狗，我一人足矣。你是人是鬼？下地狱去问吧！特战队清场，一个不留！李祖宗，我有钱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，都是鬼剑兽逼我的，我是无辜的呀！钱我要，命我也要。呀，刚才他是哪只手抓的你？左手。别怕，今天咱们有仇报仇，动手。别看，没事了。从今天起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
全部搬出来，一个铜板都不许留。你真的把黑风寨的人全灭了，连鬼见愁都杀了？一群乌合之众而已。快，全是金条，这一箱得有2000两。教头，这是全村人的地契，还有高利贷的欠条，足足有几百张。吸了这么多年血，也是时候吐出来了。把所有东西都搬出去，叫全村人集合。乡亲们，这孙家大院是用你们的血汗盖起来的。今天，我不拿这钱，也不要这地，我要把属于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。烧了，俺欠的5两银子不用还了。你是活菩萨呀！不仅如此，这些地契，谁家的地，谁领回去。从今天起，鸡鸣屯没有佃户，只有自耕农。但是，想要过安生日子，就得有人守着。每家每户要出一个壮丁加入护村队，平时种田，战时杀敌。誓死追随李爷！誓死追随李爷！大圣，孙家的事完了，但黑风寨还没完。我爹被县令抓了。罗义成，为什么？黑风寨劫了朝廷的10万两官银，县令赵银公为了推卸责任，把黑锅扣在我爹头上，说如果3天内找不回官银，就要把我爹问斩，还要把我抽入教奉司。赵银公好狠的手段。教头，这是在孙啸川贴身衣物里发现的。孙啸川、黑风寨，还有这个赵县令，是一伙的。信上说，官银就在黑风寨后山的密库里，而且他们今晚要在寨子里分赃。还等什么？只要拿到官银，我爹就有救了。但是，黑风寨地势险要，大当家郑大爷武功极高，而且还有几百号人。几百号人，正好。我也想看看，到底是他的刀硬，还是我的特战队硬。李胜，我也去，那是我爹的命，也是我的命。我不躲在男人背后，我对黑风寨的地形熟悉。我有这个，关键时刻能帮你挡一挡官面上的麻烦。跟紧我，别掉队。教头，寨子里好像在庆祝。不管他们在干什么，今晚过后，这世上再无黑风寨。全员听令，前迈急走，拨上去。抓紧我，别乱动。教头，俺先把绳子放下去，你们俩打不动了。闭嘴，拉人。教头，这帮孙子好像都在聚义厅喝酒。特使放心，只要您答应的军械一到，别说怀朔县，就是那个李胜，老子也能把他碎尸万段。动作快点，京城那边等不及了。烧完这些信，我们就……看不见了！什么东西？有刺客！杀！鼠辈受死！这才有点意思。站住！想跑！受死！李胜，老子跟你拼了！下辈子别惹不该惹的人。伤到内脏没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疼。那个黑袍人让他跑了。不过这料子是京城才有的云锦，上面的刺绣是青狼。青狼是那个人的标志，看来京城有病动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
这得有多少钱啊？几万两、几十万两？有了这些钱，咱们别说养几百人，就是养一支军队都够了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也是个祸害，留在寨子里不安全，全部运走。罗小姐，这些官银若是交上去，你父亲能脱罪吗？不仅能脱罪，还能立大功。那还等什么？办！只要把这些官银交到县衙，我爹就清白了。李胜，这次多亏了你。罗小姐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如果官银真的是土匪劫，为什么会在黑风寨的密室里放得这么好，连封条都没拆？这更像是有人故意寄存在那儿的。你是说监守自盗？赵县令把锅甩给你爹，现在我们把锅砸了，你觉得他会让我们顺顺利利进城吗？怎么样？大人，探子来报，黑风寨没了，李胜那小子把郑大眼宰了，而且找到了那批官银，正往县城运呢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那官银是我要献给大人的，如果没有这笔钱，我怎么升官发财？大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既然是土匪劫的，那半路再被土匪劫一次，也没人知道吧？带上所有人，就在城外十里坡埋伏，杀光他们，把银子抢回来，就说是黑风寨余孽干的。停！怎么了？杀气！李琦，一个不留，杀！看这刀法，是县衙的捕快吧？赵县令为了这点银子，连脸都不要了？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真相的，给我上！罗小姐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要杀你灭口的人。赵大人，我等幸不辱命，不仅剿灭了黑风寨，找回了官银，还顺手抓了一批假冒土匪的官差。您看，这事儿该怎么判？大人若是不好判，那我就把人和银子直接送到州府去，让知府大人来评评理。这些大胆狂徒，竟敢假冒官差！来人，把他们打入大牢！罗一晨，无罪释放。贤侄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洗刷了冤屈。你就是我罗家的恩人，这块驿站通行令你拿着，以后县城的路你横着走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傻瓜，我说过会回来的，咱们要搬家了。搬家去哪儿？进城，这鸡鸣屯太小了，施展不开。我要在怀朔县给你安个真正的家。走，带你看看咱们的新家。站住！进城费每人10文，马车检查。给。瞎了你的狗眼，挡着本大爷的路，哪来的乡巴佬？滚一边去！进！赵天柱，去查查这县城里最大的宅子是不是在他手里。听说有一座闹鬼的凶宅大院，就在他名下。很好，那就先拿他开刀。哈哈哈！哟，这不是那个乡下？这小娘子标志啊，哪儿来的？哟，这小娘子标志啊，哪儿来的？赵爷，就是一群乡下泥腿子，没见过世面，挡了您的路。看什么看？臭要饭的！这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？把这地踩脏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滚！我是来买房的。买房？就你，这钱够你回村买个猪圈了。把你老婆留下陪爷喝2杯，也赏你个看门的差事。谢谢赵爷。这要办成是吧？记住你刚才的话，我要买城西那座大院，现在立刻马上。那是给京城贵人留的，5000两白银，把你全家卖了。呸！也不撒泡尿照照，5000两，把你老婆卖进窑子接一辈子客，也换不来这宅子的一块砖。就是，穷鬼，赶紧滚！嫌我穷，嫌我脏，铁柱。
不够？老子问你够不够？5000两，我给你1万两。爷，这宅子我卖5000两，不3000两，只要你停手，怎么都行。3000两，那是刚才的价。铁柱，把金子都捡回来。这是凶宅，死了3任帮主，闹鬼闹得全城皆知。100两多了没有？100两，爷，这地皮都不止。怎么，嫌多？不嫌多，100两成交，小的这就给您办手续。现在我的鞋还脏吗？不脏，爷的鞋是天下最干净的，是小的脸脏，小的这就给您擦干净。走，回家。绝了！100两买下这个大宅，这李爷不仅拳头硬，脑子更灵光啊！那奸商平时欺行霸市，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，活该！传我命令，今晚大摆宴席，全县城的乞丐流民，只要来祝贺的，每人赏银1两。我要让这怀朔县的人都知道，李爷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夫君，这宅子真大，像做梦一样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我去看看。王捕头就是他。这个乡下泥腿子仗着有一群亡命徒强买，只给了100两银子就抢了我的宅子，还把我打了，这就是明抢，是土匪行径。王捕头，我看这群人来路不明，手里还有那么多金子，说不定是黑风寨的余孽，严刑拷打。大胆狂徒，来人，把这群乱党给我围了！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乱党，王捕头，你确定要为了这2条狗搭上自己的前程？甚至性命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什么前程？老子现在就是王法！给我锁了，男的打断腿，女的带回去。正好赵爷想喝酒了。嘿嘿，王捕头懂我。我看谁敢动他！王捕头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这位是剿灭黑风寨、找回官银的大功臣，是我爹的座上宾。你敢抓他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什么？功臣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乡下。王捕头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刚才在牙行签的契约，白纸黑字，还有牙行的印章，100两银子，钱货2清。他说我强买强卖，你问问周围的百姓。是不是他自己求着我买的？还是说你们想赖账？王捕头，赵半城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2倍，但是我要你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2人诬告功臣，扰乱治安，该打。一边是没权的奸商，一边是有一城撑腰还有钱的狠人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利用本捕头诬告功臣，给我打！王捕头，你疯了！我姐夫不会放过你！闭嘴，打的就是你！带走，别弄脏了我的院子。上！怎么样，还是本小姐来得及时吧？多谢，教头。咱们现在虽然有钱，但在县城没根基，容易被官府拿捏，得想个法子。
法子就在这儿，法子就在这儿。只要我们掌握了全城的经济命脉，就连县令也得求着我们。传令下去，3天后李记商号开业，我要让全怀说县的人都尝尝这雪花糖的味道。岳父，那李胜太嚣张了，不仅抢了宅子，还联合王捕头打我，这是打您的脸啊！李胜又是这个李胜，黑风寨的事儿坏在他手里，现在又进城搅局，敢燃焦我们垄断的糖，此人留不得。咱可以在糖里做点手脚。好主意，等他开业那天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不仅要让他赔光家产，还要让他全家下大狱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天下第一糖，比雪还白，比蜜还甜。吹牛吧，糖怎么可能是白的？就是，赵家的糖铺都开了几10年了，最上乘的也不过是红糖块。今日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，是不是吹牛？尝尝就知道了。今天开业大酬宾，每人免费送1勺。天哪，这也太甜了，而且一点渣都没有。神仙吃的也就是这个味儿了吧？我要买10斤。糖只是试水，后面我还会推出综合超市。很快，槐树县人将离不开李记。县令大人，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该死，这小子的糖怎么这么好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的铺子全得关门。别急，好戏在后头。去吧，做得干净点儿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我爹刚才吃了你们的糖，现在口吐白沫，快不行了。有毒！这糖有毒！奸商啊！大家砸了他的店，别让他跑了！跪下！各位乡亲，稍安勿躁，这糖无毒。中毒了？我看未必吧。你胡说什么？大家都看见了，就是吃了你的糖。既然中毒了，那就让我给你解解毒。乡亲们看清楚了，我的糖是白的，但这毒药黑的，这是有人栽赃陷害。说，谁支持你的？不说，我就让你把这毒药吃下去。是赵半成。赵大人，令弟勾结地痞，当街投毒，陷害良民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您是想公事公办呢，还是想包庇亲属？大人，大局为重。如果不办赵半成，激起民痛我也完了；如果办了，那是打自己的脸。赵大人，州府的巡查使很快就到了，这事儿要是闹大，大人，你应该知道怎么选吧？大胆赵半成，竟敢投毒害人！来人，打入大牢，择日候斩！姐夫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小舅子呀，姐夫！断了你的财路，又折了你的臂膀，赵大人，接下来该你了。反了，简直反了！一个泥腿子竟敢逼我抓自己的小舅子，这口恶气我咽不下。大人，既然暗了不行，咱们就来明的。白糖这东西从未见过，我们可以说它是私盐。大梁律法，贩卖私盐可是死罪，只要扣上这个帽子，哪怕是罗义士也保不了他。好，传我命令，布防全体出动，查封李记商号，把所有人都给我抓回来。尤其是那个张嫣儿，听说他是李胜的命根子。看什么看？老子出来了！
县令大人说了，之前那是误会，现在奉县令手谕，李记商号贩卖私盐罪大恶极，立刻查封，闲杂人等滚开！你这狗官差，明明是戴罪之身，看来赵县令是跟我们撕破脸了。我们卖的是糖，你们瞎了吗？是不是糖？县太爷说来了，敢抗法，兄弟们，给我砍，往死里砍！李夫人，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看谁还能救你。县令大人想请你喝茶，要是喝高兴了，说不定还能放你男人一条生路。滚开！臭娘们儿，带走！教头，不好了，嫂子被他们抓走了，铁柱也被打伤了。谁干的？是赵捕头，说是县令的命令。好，很好。集合特战队，既然他不讲规矩，那这官他也别想当了。赵银公，给我滚出来！李胜，你想造反吗？你老婆在我手里。狙击手，准备，3、2，别乱来，我会杀了你！上！李胜，你公然袭击官差，这是谋反！我有权调动城防军镇压你。谋反？赵大人，你还是先看看周围吧。乡亲们，赵县令为了霸占我的白糖生意，查封李记商号，还要抓我全家。从今天起，李记商号关门，白糖我从外地运来的低价粮食全都不卖了，大家以后就去吃赵家的黑糖高价粮吧。什么？不卖了？那我们吃什么？赵家的粮又差又贵，谁吃得起啊？这狗官为了自己发财，不让我们活命，打死他！赵大人，这就叫民心所向。你若不放人、不赔偿、不道歉，我就让这满城百姓把你这县衙拆了！刁民，反了！快关门！快关门！怎么办？城防军怎么还不来？大人，城防军听说没糖吃了，都在闹罢工呢。赵大人，别等了，这是州府的急件，上面说了。如果怀双县发生民变，第一个拿你试问。李胜现在不仅有民心，还有钱有粮，你斗不过他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出去跪下道歉，或许还能保住乌纱帽。李先生，本官罪官一时糊涂。求先生高抬贵手，让商号开业吧。既然县令大人知错了，那咱们就约法3章：第一，赔偿李记商号所有损失，纹银1万两；第二，全城免税3年；第三，以后县城的治安由我的护村队接管。准，都准。李胜，你逼我的。大人，李胜之事现在民心太高，动不得。但他那个岳父张云起可是个戴罪的流放犯，流放犯在牢里病死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传令给流放营的典狱长，让他好好照顾一下张云起。张云起一死，就说是被李胜气死的，给他扣个不孝的帽子扣上，这辈子就基本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快点，老东西，没吃饭吗？我已经3天没吃饱饭了。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草菅人命！哼，要怪就怪你有个好女婿，有人花钱买你的命。今天这车石头运不完，你就别想休息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慌得很。夫君，我想去看看爹。自从我们进城，还没去探望过他。好，明天一早，我们带着好酒好肉去。教头，出事了！流放营那边有个老犯人连夜逃出来报信，说你岳父在营中受刑，快要被打死了。什么？
大胆！这里是朝廷重地，擅闯者死。李胜，你虽然有钱，但也管不到我们流放营头上。我只数3声，不开门，我就屠了这流放营。屠营？哈哈哈哈！你以为你是谁？这墙高3丈。3、2、1，动手！天雷，是天雷啊！快跑！大门塌了，守不住了。老骨头还挺硬，赵大人说了，今天要让你病死在这儿。到了阎王爷那儿，别忘了报赵大人的名号。妍儿，爹对不起你。谁敢动他？典狱长，你的这只手，我看是不想要了。我的手！你敢劫狱，这是死罪！我可是朝廷命官。朝廷，在这里，老子就是朝廷。鲜血，你这是闯了大祸。岳父受苦了，天塌下来，有小婿顶着。大胆狂徒竟敢攻打流放营！全军听令，放箭，格杀勿论！止盾，保护教头！停！都给我停下！这玉佩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你姓李？怎么，想抢？末将不敢。今夜之事，末将没看见。开门，放行！大人，他们可是劫狱犯啊！闭嘴！谁敢拦，军法处置！大胆李胜，你私闯流放营，打伤典狱长，劫走朝廷重犯，这是谋反大罪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是。赵大人，你想杀人灭口？今天谁敢动，我就让这县衙血流成河！血流成河，你也配？在这怀松县，本官就是天，给我杀！圣旨到！臣怀说县令赵因公接旨。赵大人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哪位是李胜李义士？幸好罗一晨提前将我的功绩上报了朝廷，不然今天还真会血流成河。草民便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怀说义士李胜剿灭巨寇黑风寨，寻回失窃官银，保境安民，功在社稷，特赐千金，封怀说县巡检，职从8品，统领乡勇，护卫一方，钦此。我想杀的人竟然被皇帝封官了，还是个有兵权的实职。李大人还不接旨？臣谢主隆恩。赵大人还不恭喜李大人？恭喜李巡检！李巡检年少有为，真是国家栋梁啊！赵大人，刚才你说我是谋反，现在我是朝廷命官了，这流放营的案子是不是该好好查查了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那是典狱长私人恩怨，与本官无关，无关。李老弟啊，以前是哥哥我有眼无珠，这杯酒哥哥给你赔罪。赵大人客气了，以后同朝为官还要赵大人多关照。关照是自然的，不过李老弟你刚上任就有个大麻烦啊。哦，什么麻烦？刚接到的800里加急，北方蛮族已经杀到了黑池峪，距此不过100里，所过之屠村灭寨，鸡犬不留啊！铁利人，你是本县巡检，守土有责，这抵御蛮族、保卫乡亲的重任，非你莫属啊！哥哥我已经替你向州府立了军状，李巡检神勇无敌，定能全歼来犯之敌。好，我打了。不过既然赵大人这么看得起我，这仗我要是赢了，赵大人可别心疼奖赏。李老弟啊，你也知道咱们县穷，这些已经是本部能调动的全部兵力了。粮草嘛，库房里还有几车发霉的陈米，你也别嫌弃，带上路上吃吧。李巡检带着这群人打赢铁骑兵，那才叫本事呢！欺人太甚，这哪是打仗，这是让我们去送死！我现在就宰了这个狗官。赵大人，这300人我收下了，不过请你记住，他们要是死在战场上，这笔血债我会找你讨回来。兄弟们，
县令给了我300个老弱病残，几车煤米，让我去黑石域挡住3000铁勒骑兵。他们想看我死，想看我们鸡鸣屯被蛮子屠光。这狗官太黑了！但我李胜告诉你们，我不怕，因为我身后站着的是你们，是我们的爹娘妻儿。如果我们退了，铁勒人的马蹄就会踩烂我们的家。这一战9死1生，怕死的现在就可以走，留下的每个人发安家费10两，战死抚训50两。投掉了碗大个疤，誓死追随教头！誓死追随！誓死追随！誓死追随！夫君，家里有我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回来。我也去。胡闹，这是打仗。我爹是义城，我能搞到战马和最好的弓箭。你那些步兵没马怎么跟铁勒人打？你有多少马？驿站有50匹快马，我都偷出来了。好，跟紧我。赵银公，你想借刀杀人，那我就借这把刀杀出一个未来。报教头，前面发现情况，铁勒人的先锋部队不是3000，是5000，而且全是重甲骑兵。5000重骑，这怎么打？5000重骑兵，咱们就算每个人有3头6臂，也挡不住啊！硬拼肯定不行，要不咱们撤进深山打游击？不能撤，我们身后是鸡鸣屯，是怀朔县，那就死守，利用峡谷地形。死守也守不住，重骑兵冲锋起来就是铁墙铁壁。我们需要谁？果然在你身上。身手不错，但在我面前玩刺杀，你还嫩了点。我是来救你的。你是谁？镇北军斥候营林昭，奉家父之命来寻找这块玉佩的主人。没想到是个蠢货，竟然要带着500个拿锄头的农民，想去挡5000铁勒精锐。你这是去送死？怎么，镇北王的旧部也对铁勒人感兴趣？李胜，你最要听着，你能不能活下来我不在乎，但这块玉佩不能落在蛮子手里。跟我走，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。命是我自己的，谁也拿不走。既然你是斥候，应该有情报吧？如果带不走，父亲让我留下来保护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何不卖个好？铁勒人的行军路线图，他们今晚会在30里外的落马坡扎营。唯一的胜算就是趁他们立足未稳，去烧了他们的粮草。但是，他们防守森严，我试过几次，都靠近不了。烧粮草太小儿科了。既然他们有5000人，那就给他们准备一份5000人的大礼。不去烧粮草，我们去埋这个。埋坛子？李胜，你是在拿500弟兄的命开玩笑吗？铁勒人有5000重骑，你这几个破坛子能干什么？腌咸菜吗？是不是开玩笑？你看好了。这是什么妖术？这不是妖术，这叫震天雷。只要埋在必经之路上，哪怕是铁浮屠，我也能给它炸成废铁。你还觉得这是玩笑吗？敢不敢跟我赌这一把？好，如果你输了，不用铁勒人动手，我会亲手杀了你，免得你祸害更多人。赢了，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。成交。教头，不好了，铁勒人没有扎营，他们连夜急行军，距离谷口只有5里了，我们的地雷还没埋完啊！来不及了，全员上马，跟我冲出去！哪怕是用尸体填，也要把他们堵在雷区外面。挡不住了，重骑兵冲锋太猛了，再有1刻钟，他们就要冲过雷区了。快，把他们引进来！教头，引进来我们就完了！听命令，快！两狗，受死吧！
下辈子记得别走夜路。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。行，我输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先留着吧。魔鬼，你是魔鬼！犯我大梁者，虽远必诛。打扫战场，我们要给赵县令送一份回礼了。怎么还没消息？那李胜早该被铁勒人踩成肉泥了。大人放心，5000重骑就是神仙也难救，咱们只要等着给李胜收尸，然后向朝廷报个力战殉国就行了。看，那是溃兵，李胜肯定死了。赵大人，铁勒先锋5000人已全军覆没，这份大礼，您还满意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走，去燕州，这小小的怀朔县已经容不下我这条龙了。燕州武举要开始了，你要去夺魁？不，我是要去捅破这天。李大哥，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好好帮我照顾燕儿。好。乖，这就是燕州府，比咱们怀朔县大了100倍啊！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燕州是北境重镇，也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修罗场。李胜，你确定要参加那个什么武举？只有拿到武举5魁，才能获得开府见家的权利。我要的不是一个巡检，我要的是一支真正属于我的军队，乱世之根基。让开，都给本少爷让开，好狗不挡道！瞎了你的狗眼，弄脏了本少爷的马蹄，你赔得起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！当街行凶，这就是燕州的规矩。哟，哪儿来的乡巴佬，敢管本少爷的闲事儿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姑父是兵部侍郎郑源，这次武举的主考官。没听说过。好，很有种。这小书童长得倒是不错，细皮嫩肉的。小子，把你这书童送给我玩2天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想要人，你也配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人是乱党，给我抓起来，取消他的武举资格！大胆刁民，竟敢冲撞贾公子，拿下！我是怀朔县巡检，朝廷命令，你敢抓我？巡检芝麻绿豆大的官儿，在本少爷眼里连条狗都不如！给我打！出了事我担着！住手！天哪，那是皇上薛家的小姐，这就是那个富可敌国的薛家。听说她姐姐嫁给了王爷，薛家在京城都能横着走，不仅有钱，人长得跟仙女似的。听说这次武举其实就是薛家想借机给她选婿，谁要是被她看上，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。哎呦，这不是表妹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这位便是怀朔县的李巡检。正是。李大人曾救过我薛家商队，是我薛家的贵客，谁敢抓他？这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既然是薛小姐的朋友，那自然放行。表妹，这小子刚才冲撞我，你看他还瞪我。表哥，
无举在即，姑父让你低调行事。你若再闹，我就修书一封告诉姑父。好，看在表妹的面子上，今天饶你一条狗命。小子，咱们擂台上见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跪着求我。李大人，贾盘心胸狭窄，又是这次的热门人选，你在擂台上要小心。多谢薛小姐解围，不过我不需要小心。哦，这么自信。薛小姐帮我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应该不只是为了气你表哥吧？听说薛家最近在北方商路受阻，需要一个强力的合作伙伴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。没错，只要你能夺得武举五魁，我薛家愿出资10万两助你练兵，但前提是你要赢。10万两，成交。李靖，第一轮比试举石锁，规则：举起300斤石锁者晋级。可是300斤的石锁啊！下一名，李胜。不对，这石锁被换了，至少500斤。怎么不动了？举不起来就滚下去吧！快点，我的假盘！快点！这就是你们燕州的石锁，太轻了。我的脸！有没有重点的？这种玩具以后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姑父，那李胜太嚣张了，公然挑衅朝廷威严，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废物，连个乡巴佬都比不过。第2轮是骑射，是给他换匹马，换那匹刚从草原抓回来的烈火。记得在马鞍下藏根针，我就不信他这次还能活着走下校场。骑射比试开始，选手需骑马射中100物外的3个靶心。下一位，李胜。这马眼睛充血，还没驯化。无妨。好戏开始了。这马怎么一直喷白气？好像不太对劲啊！马惊了，冲过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报！3箭全中红心！怎么射出？太快了！我只听到空响，这是神仙啊！好骑手剑法，临危不乱，神勇无双。马有点野，惊扰大人。不过幸好剑还听话。公孙大人，这马发狂冲撞看台，按绿灯。你好大的胆！良驹择主，烈马难驯。李壮士能降服烈马，正是本事。这匹烈火，本官就赏给你了。谢大人赏。不过，有人在马鞍下藏针，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这笔账下官记下。李胜晋级。教头，那个贾盘疯了，他在第3轮擂台赛花重金请了江湖上臭名昭著的漠北3煞。漠北3煞，那是专门杀人越货的亡命徒，而且这3人会在擂台上签生死状，不死不休。漠北3煞，告诉他们，棺材钱我出了，
明天就在擂台上送他们上路。得嘞，俺这就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今晚把棺材挑好。全押三煞赢100文，这还用想吗？三煞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李胜一个射箭的上台就是送菜。我也押三煞5两银子。老板，怎么赔率变了？别急了，别急了，现在买三煞赢1赔2，不1赔1，买李胜赢1赔100。就算1赔1000也没人买啊，那不就是给阎王爷烧纸钱吗？来，老板，我也买三煞。看，就是他，长得倒是挺精神，可惜了，今天要被拆成零件了。听说三煞最喜欢活剥龙皮。1皮100，这赔率不错。老板，买我赢1000两。客官，买定离手，概不退快啊！这可是1000两。记好账。知道了，要是你死了，这钱我就拿去给你买棺材。姑父，这次我花了重金签了生死状，我要让他碎尸万段。做得干净点，别让公孙氏抓到把柄。那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呢？怎么还没上来？是不是吓尿裤子了？大哥，那小子死了，这小书童归我吧，细皮嫩肉的，我想听他叫。我来了。哟，兵器都不带，是准备跪地求饶吗？大哥，别急着杀，先卸他2条腿，让他爬几圈，给贾公子助助兴。完了，这李胜是被吓傻了吧？这钱也赢得太容易了。动手，给我废了他！玩够了吗？找死！刚才你说想听谁叫？神仙啊，我的100文啊！贾公子，你的狗还给你。救命！鬼！他是鬼！反了！当众行凶，目无王法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射杀当场！哈哈哈哈哈！生死状在此，谁敢动我？公孙大人，这就是燕州的武举吗？我看谁敢动！公孙大人，此子手段残忍，当众虐杀对手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服众？生死状白纸黑字，记上擂台，生死有命。若是刚才死的是李胜，郑大人还会这么急着抓人吗？你，本官镇守燕州1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身手，这才是我们要找的猛将。来人，宣布结果。第3轮，还说李胜胜，本次燕州武举5魁，李胜。谢大人主持公道。还不去收钱？1赔100，10万两，少1文都不行。好嘞，给钱。李胜，你虽然夺了5魁，但也彻底得罪了郑云和他背后的兵部。大人既然保我，自然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聪明，如今朝廷奸臣当道，北境蛮族虎视眈眈，我给你一个招武校尉的虚节，虽然只是从6品，但有开府练兵之权。谢大人，回怀朔去吧，练好你的兵，不久的将来，这燕州的天还得靠你来撑。恭喜李5魁，名扬燕州。这是承诺的10万两。薛小姐的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我改主意了，我不只要和你合作练兵，我还要你的人入赘薛家。薛小姐，我是来找盟友的，不是来找主子的。我入赘薛家，或许能少奋斗20年，但我李胜的膝盖硬，跪不下去。好硬的膝盖，不过别急着拒绝，入赘的事可以以后再说。但你要小心，郑源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已经联系了江湖上的顶尖杀手北地枪王。拿着，这10万两既是买命钱，我要你活着回来见我，到时候我们再谈谁跪谁的问题。好，这10万两我收了。10万两就想买命，这女人把你当什么了？当刀，不过只要钱给够，这把刀我也不是不能当。停！教头，怎么了？
同名都没有。敌袭！李武奎，有人花钱买你的人头，借我一用，你是自己割下来，还是我动手？杀我兄弟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朱子哥，都退下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哼，李武奎，听说你剑术通神，可惜这么近的距离，你的剑快没我的枪！李胜，我来助你。哼，多一个送死的。小心！林昭，你这是什么招式？杀你的招式。为什么替我挡枪？你不要命了？你是团练使，是几千兄弟的主心骨，你不能死，而且我不想让你死。郑源，这笔账我会让你拿命来还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李大哥。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林姐姐，你受伤了，死不了。这又是怎么弄的？夫君，咱们有钱有官了，别再拼命了，好不好？嫣儿，这世道不拼命就没命，只有手里有刀，才能保住你和这个家。我不管天下大事，只要你平安，今晚别再走了，好吗？遵命，夫人。夫君，轻点。想不想我？林昭啊，林昭，你还在想什么呢？人家是夫妻，你算什么？父亲，我好像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我不仅想保护他，还想一直陪着他。如今你是五品团练使，又是五魁，我家敏儿除了你，谁也不嫁。老夫今日就是来送女儿的。罗大人，李某已有正妻。夫君，罗妹妹情深意重，妾身愿接纳她进门。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这婚事今天就办。李大人好兴致啊！前脚刚跟我说要练兵备战，后脚就要洞房花烛了，这就是你的军务繁忙。林教腿，这是家事。家事？好一个家事！既然李大人忙着娶小老婆，那军营的事我就不操心了。别碰我，李胜，你记住，我林昭不欠你的。等你哪天死在女人肚皮上，别指望我去给你收拾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夫君，我终于是你的人了。委屈你了，只能做妾。不委屈，哪怕做妾，我也是你李胜明媒正娶的女人，而且我会比姐姐更让你舒服。姐姐请喝茶。昨晚夫君太厉害了，我都起不来了。没羞没臊。大人，薛家大小姐来了，带着好多东西。又来一个，怎么也是来抢男人的？李大人，恭喜啊！那个妾都这么大排场，看来我的10万两银子你是没地方花了。薛小姐客气。不过这喜酒我就不喝了，我来是给你送个大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我的商队在朔州被劫了，动手的人用了军弩，而且货物被运进了燕州城的晋州商会。晋州商会？没错，那批货里藏着我给你的火器图纸。李胜，这次你要是不帮我抢回来，我就当你收了我的聘礼，入赘薛家。这是神臂弩的剑，大梁禁军的制式装备。
你们商队怎么会惹上禁军？不是禁军，是一群穿着马匪衣服却用着禁军装备的人。为首的那个脸上有一道疤，自称扑天鹰葛荣。葛荣，北境最大的马匪头子，但他以前只抢钱不杀人，这次不仅杀光了护卫，还劫走了火器图纸。看来他是被人收买了。教头，这葛荣有3000骑兵，咱们硬拼恐怕不行啊！谁说要硬拼？薛小姐说货物运进了晋州商会，那我们就去商会把这层皮扒下来。教头，全是一刀毙命，手法很专业，不像土匪，像杀手。这青狼卫的标志，牛首府的人和马匪勾结在一起了。又是牛首府，看来这晋州商会不仅是销赃的窝点，更是他们勾结外敌的据点。走，去燕州城。站住！有请帖吗？请帖没有，但我有钱。我是来找哈丹会长谈大生意的。哎呦，贵客，里面请。这位老板面生啊，找我谈什么生意？这种琉璃我有10车，我想借哈丹会长的路子卖给关外的王公权贵，55分成。好东西，不过我的路子只给自己人用，想当自己人得先过一关。这可是匹烈马。哈哈哈，这罗刹女可是极品，但也烈得很。刚才2个想尝鲜的老板差点被他咬断了脖子。张老板，只要你能让他乖乖听话，这单生意我只收2成。不过要是被咬死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别去，这女人会武功，而且神志不清。疯子，我看他只是听不懂人话而已。Ты кто ты? Я тот, что заберет тебя отсюда. Положи црерку. 刚才还要吃人的野兽，现在竟然温顺的像只猫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这就驯服了。哈丹会长，这就是你说的烈马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人我带走了，生意咱们接着谈。好，张老板果然是高人。来人，开拢，倒好酒。又捡了一女人回来，还是个洋鬼子。这东西真有10成？别说10车，100称都有。我听说薛家的那批精铁也在会长手里，只要你能帮我搞到那批精铁，这玻璃的独家代理权就是你的。张老板，薛家的货前脚刚丢，你后脚就来找精铁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该不会是薛家派来的探子吧？阿丹，老子在江南杀人放火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呢！薛家那娘们抠得要死，能给我什么好处？我要精铁是为了卖给海上的倭寇，那里才是暴利。既然会长信不过我，那这生意不做也罢。这玻璃配方，我找别人合作去。等等，你是说配方？怎么，10车玻璃算什么？只要有配方，你可以造1万车，那可是金山银山。但这精铁，我今晚必须见到，否则咱们一拍两散。如果是探子，不可能有配方；如果是亡命徒，只要到了我的地盘，就算这人有问题，也能随手捏死。哎呀，张老板息怒！既然张老板连配方都肯拿出来，那就是自家兄弟。今晚我就带你去验货。等到了庄园，琉璃是我的，你的命也是我的。你真要去庄园？那是龙潭虎穴，哈丹肯定想黑吃黑。我知道，他想要我的玻璃，我想要他的命，就看谁的手段更高明了。赵天柱他们已经埋伏在庄园外了。庄园有地道。你会说汉话？一点点，我逃跑过，知道地道。好姑娘，立大功了。哼，就会讨好男人。会长，这位是？这是贵客张老板来送钱的。葛当家，久仰大名。会长，货在哪儿？就在那边，请。不错，是上等货。张老板，
货你也看了，你的琉璃呢？抬上来。让我看看宝贝儿！哈丹会长，这就是我送你的大礼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按计划行事，赵挺住守前门，刘和去烧粮草，快！爷爷在此，谁敢过？我杀了你！你的马匪杀了薛家车队30人，今天我替他们讨债。下辈子做个好人。快走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想走？问过我手里的剑吗？高手。李胜，坏了相爷的大事，你活不久了。薛家的金铁药材全部找回，还缴获了马匪抢来的几万两银子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货都在这儿了，原璧归赵。主人，看，这是我在密室找到的。这不仅仅是走私，他们在向蛮族输送铁器和火药配方，而且每一笔交易的落款都有一个名字：兵部侍郎郑源。郑源，他疯了吗？通敌卖国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比起郑源，这个东西更危险。这是罗刹国王室的信物。娜塔莎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那是我父亲的东西。哈丹说，只要我听话，就把这个还给我。主人，求求你别把它给别人。看来哈丹抓你不仅仅是为了美色，你是罗刹国的公主。收好它，从今天起，没人能拿它威胁你。蛮族、罗刹国，还有朝廷里的内奸，这盘棋越来越大了。不过既然入局了，那我们就掀翻这棋盘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晋州商会勾结马匪，私通蛮族，贩卖军械，奉燕州刺史令查封。晋州商会平时虽然嚣张，但这罪名可是抄家灭族的。给我打！公孙大人，这是从红叶庄园搜出的账本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笔通敌交易的时间、地点和经手人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精铁卖给铁类人！说，哈丹去哪儿了？会长昨晚就跑了，说是去京城找靠山。混账东西，看本官做什么！来人，把这个通敌的奸商拖下去，斩立决！慢着，郑大人，这么急着杀人，莫非这账本里也有大人的名字？李胜，你敢污蔑朝廷命官？是不是污蔑？把账本送到京城御史台一查便知。郑大人，请便吧。李胜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不仅剿灭了马匪，还挖出了这么大一颗毒瘤。本官会立刻上奏朝廷，为你请功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实打实的正五品燕州团练使，掌管3州团练兵马。谢大人栽培。不过，郑源回京必会反咬一口，你要早做准备。下官明白。夫君，你出去打个仗，怎么还带了个洋狐狸回来？听我解释，他是重要的证人，也是人才。
陆医生，我会相马，这匹有病，那匹好。神了，这洋妞懂行啊！不仅如此，他还知道一条通往铁德草原的秘密商道。我要组建自己的军队，就必须要有马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直接去草原抢。教头，急报！天要变了。李胜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们的探子回报，前几天有一支镇北军的巡逻队在边境失踪了，带队的是我父亲当年的王副将。有人看见他们被蛮族抓走了。又是蛮族，正好我要去草原买马。这次去不仅要带回马，还要把人带回来。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，在这个乱世，只有手里的刀和马才靠得住。传令，全军整备，目标北境草原。主人，深入敌后太危险了。阿什纳部落可是铁勒王族的旁支，有5000骑兵。富贵险中求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嘛。这次我们不带大军，只带50名精锐，乔装成西域商队，带上玻璃、烈酒、白糖。我用这些垃圾换回他们的战马。我也去。你留在屯里练兵，娜塔莎跟我去，她懂蛮语。教头，这鬼地方真冷啊！那帮蛮子真会跟咱们做生意。蛮子也是人，也贪婪，只要给他们没见过的东西，他们连亲爹都能卖。主人，那是阿什纳部落的营地，他们最近在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听说他们抓了一批汉人两脚羊，要用来祭旗，已经杀了100多人。祭旗？这帮畜生！娜塔莎，看你的了。我们是来自西域的行商，带来了长生天赐予的宝物，要献给阿史那首领。人上来，首领见不见你们，看你们的运气。宝物拿出来看看，要是敢骗我，把你们剁了喂狼。首领请看。好，好宝贝，换100匹战马换1面镜子。首领，这些奴隶不错，看着挺结实，都是前几天抓的汉人兵，怎么打都不服软。明天就把他们砍了。那是真被刀，你是谁？救救兄弟们！我们不想死在蛮夷手里。大小姐，大小姐在哪儿？教头，那是林教头的人，动手吧！忍不了了。铁柱，发下信号，告诉林昭，今晚血洗部落。第一组去放火烧粮草，第二组去马厩制造混乱，第三组跟我去救人。王副将，醒醒！你是？我是林昭的朋友，带你们回家的。大小姐，兄弟们有救了！抄家伙，跟这帮蛮子拼了！炸营了！炸营了！长生天发怒了！慌什么？给我杀！阿史那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是你，你这个骗子！首领已死，降者不杀。大小姐能活着见到您，死也值了。王叔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多亏了李大人，谢李大人救命之恩。从此以后，镇北军残部为李大人马首是瞻。为李大人马首是瞻。李胜，从今天起，我林昭这条命是你的了。不管你要去哪儿，不管是造反还是成神，我都陪你，直到地狱尽头。你的命我收了。大小姐，大名府惨啊！大将军带着兄弟们死守了整整1个月，流民军30万硬是没攻进去。可是朝廷断了我们的粮草，大将军都受脱了相，还在城头亲自擂鼓。父亲，
大名府终究是失守了。父亲，大名府终究是失守了。牛省府，他怕大名府失守的责任怪到他头上，就先发制人。他诬陷大将军佣兵私通流寇，一同谋反，还派了监军和锦衣卫去逼大将军自裁。好一个朝廷，好一个前方拼命，奸臣在后方捅刀子。圣旨到，李巡检，接旨吧。朝廷有令，镇北军已反，凡是和林家有关的人，一律拿下。这就是那个逆贼之女，来人，抓起来！我爹没有反，你们这群畜生！滚开！林将军还在前线杀敌，你们却在这里抓他的女儿，还有没有天理？天理？咱家的话就是天理。李胜，你想造反吗？锦衣卫千户陆炳已经带着圣旨到了大名府，这会儿林虎那老东西估计已经人头落地了。去他妈的圣旨！赵铁若，把这死太监给我绑了！如果不把林将军救回来，我就拿他的人头祭旗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造反，诛九族的大罪！这李胜疯了，反了！赵大人，想去哪儿？李大人，本官只是去方便一下。李大人，本官只是去方便一下。赵大人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正好我缺个带路的，赵铁仲，把赵大人也请上，一起去大名府。不去，我不去，那是造反啊，会掉脑袋的。你不去，我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。上！兄弟们，朝廷不公，忠良蒙冤。既然他们不给活路，那咱们就自己杀出一条活路。目标大名府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圣旨到，林虎接旨，闲杂人等退避。大将军正在军议。滚开！耽误了皇差，小心你的九族！林虎，朝廷对你不保，你却拥兵自重，坐视流寇做大。首府大人有令，赐你自尽，以谢天下。住手！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皇上，老臣先走一步，算你识相。好一个君要臣死，但这天下还轮不到奸臣说了算。什么人？杀你的人，找死！你是李胜，你敢阻拦锦衣卫办案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后果就是你会死。呀！赵天柱，关门！好嘞，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！你真敢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。朝廷，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李将军，你这是闯了弥天大祸，杀锦衣卫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老将军，反正朝廷也没打算让我们活，不如杀个痛快。爹，昭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危险。爹，朝廷早就把咱们林家定为叛逆了，他们派陆炳来就是为了杀人灭口。是李胜，是他带着5000兄弟千里奔放来救您的。你是为了救老夫？不仅是为了救你，更是为了这大梁的最后一点骨气。老将军，镇北军是英雄，不该死在自己人手里。既然朝廷不仁，就别怪咱们不义。说得好，李将军说得对，反他娘的！镇北王，我好像又看到了过去的你。李胜一定会带领镇北军重拾当初的辉煌。带下去，军法处置。李胜，你不得好死！林虎老儿，听说你被锦衣卫抓了，只要你开城投降，把女儿嫁给我，老子保你荣华富贵。别急，我来教教他怎么做人。全军听令，目标敌军中军大旗，开城门。这是什么打法？天雷滚滚！那些骑兵怎么都不掉下来的？他们在马上还能射箭！拦住他们！拦住啊！怪物，撤！快撤！大名府，我李胜保了，再敢前进一步，杀无赦！李胜，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？如果我输了，任凭你处置。记得。你想赖账？我没输，但我服了。现在我代表林家，代表镇北军，把这3万儿郎交给你。愿听李将军号令！愿听李将军号令！万胜！万胜！啊！薛家大小姐薛黛玉到了，她带来了整整500车粮草和生铁。
我带来了500车精粮，够你的大军吃3个月，还有1万斤上好的冰铁，2000斤火鸮。这是我从江南高薪挖来的火器匠人，还有几个是修筑城墙的好手。薛小姐，这几乎是薛家的全部家底了吧？没错，我把薛家的100年基业全压在你身上了。李胜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你输了，我不光是倾家荡产，还会被朝廷满门抄斩。为什么要赌这么大？因为我看透了这个世道，朝廷烂透了，只有你能救大梁，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大梁。我想做那个站在风口浪尖的女人。我也想赌一把，赌你会不会为了我拼尽全力。这一局你赢定了，只要我李胜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负你薛家，不负你。大人，这钢口太好了，用它造出来的炮管绝对不会炸膛。朝廷那些红衣大炮打10发就得歇半天，咱们这个能连着打。不错，我们要造的不是那种笨重的铁疙瘩，我们要造没良心炮，射程虽短，但一炮下去，方圆10丈，寸草不生。还有，这是碎发枪，不用火绳，扣动扳机就能打，比他们的鸟铳快3倍。嘿嘿，有了这些宝贝，那帮京城老爷兵还不得吓尿裤子？薛妹妹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姐姐客气了，我只是为了生意。哼，满身土气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打仗确实力不太强。方大帅，京城急报！刘首府得知陆炳被杀，矫诏宣布您为反贼。他调集了精营10万大军，由大将袁玉龙率领，已经渡过黄河，直逼大名府。而且，他们带了50门红衣大炮。红衣大炮，笨重的老古董罢了。赵铁柱，把咱们的没良心炮拉出来。他们想玩远程轰炸，那我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近身爆破，什么叫做战争的残酷。呵呵，李胜小儿，你就拿这些破铁桶跟我斗！传令，开炮，先轰塌他们的城门！幸好你有先见之明，加固了城门。李将军，咱们的炮怎么不还击？射程不够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我要等到晚上，给他们来个大的。袁文龙的炮虽然厉害，但他犯了兵家大忌。他把火药库设在了炮阵后方，以为重兵把守就万无一失。刘和，在。不用去炸炮，那太慢了。带上特战队，从下水道摸过去，把他们的火药库点了。只要火药库一炸，这50门炮就是废铁。动手！有刺客，保护火药库！兄弟们，教头说了，完不成任务别回去见他，跟我冲，同归于尽！抓活的，别让他们点火！想抓爷爷，做梦！兄弟们，点火！地动了！大帅，不好了，火药库炸了，连带着把炮阵也炸了！结营了！李胜杀进来了，他是魔鬼，快跑啊！袁将军，顶住！快顶住啊！顶个屁！大势已去，撤！只要逃回京城，老夫还能东山再起。
袁老将军想去哪儿啊？李胜，你回我10万大军，老夫跟你拼了！10万大军，那是10万条人命，是你害死了他。绑了，带回去审。夫君，这次赢了，朝廷应该不会再为难我们了吧？难说，牛首府那种人不会轻易认输。报！京城急报，皇帝驾崩了。牛城府拥立幼帝登基，并发了奖诏，说我是弑君凶手，号令天下秦王共诛李胜。无耻！明明是他们害死的皇帝。弑君？好，既然这脏水泼过来了，那我就清君侧。传令，3军告诉，目标京城。林虎、李胜，你们弑君造反，还敢来送死？老臣，你我都知那是矫诏，牛首府才是奸臣，快开城门，随我擒我！闭嘴！本将只认兵部调令，再敢上前一步，就放箭！硬攻会死很多人，看来得用点非常手段了。教头，这大灯笼能攻城？这不是灯笼，这是天罚。等风向一变，就把这些送进城去。劝降信。那是什么？鬼火！射下来！快射下来！真的是奸臣作乱，咱们是不是打错人了？连老天爷都帮李胜，咱们怎么打？不许看，那是妖言惑众，谁敢议论，斩！将军，弟兄们不想死，更不想当奸臣的走狗。你也反了！虎牢已破，京城就在眼前，真正的决战开始了。牛首府，我来收你的命了！大梁不幸，奸臣当道，牛党乱政，毒杀先皇，矫诏立幼，陷害忠良，致使北境烽火，中原流离，百姓易子而食，恶殍遍野。今我李胜顺天应人，兴义兵，清君侧，诛奸相，复朝纲。凡我大梁子民有血性者，皆可随我北上。清君侧，诛奸奸臣！李青天万岁！李青天万岁！李将军，老夫糊涂啊！愿为前驱，以此残躯，恕我铸造为孽之罪。民心所向，大事已成。牛首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相爷，李胜的大军距离京城只有50里了，御林军根本挡不住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这就是大梁最有权势的人，也不过如此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是来帮你的。这叫上帝之手，只要扣动扳机，那个李胜必死无疑。这东西真的能杀李胜？7步之外，枪快；7步之内，枪又准又快。李胜，你以为你赢定了？我在金銮殿等你。开城门，止诛首恶，愚者不问。进城，直奔皇宫。李胜，你这是谋反，快退下！谋反？我这是替天行道。郑源，你勾结外敌，贩卖军械，死不足惜。李胜，你武功再高，也快不过这件神器。
死吧！怎么可能？神仙也躲不过。可惜你不会用枪，还有这玩意儿，我玩剩下的。请李将军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椅子太脏，我不坐。扶太子登基，我做摄政王，辅佐朝政。之后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夫君，那个给牛首府送枪的神秘人，抓到了吗？叶仙儿。让他跑了。这个世界不止我一个穿越者，而且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拥有热武器的国度，甚至可能就在海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既然躲不过，那就战。我有白糖，有玻璃，有金刚，现在还有了这把枪做样本，我也能造出更强的武器。我会让大梁的旗帜插遍全球。王爷，这玩意儿太精巧了，咱们现在的工艺造不出来啊，尤其是这个底火，根本不知道怎么配。我见过这个，当初灭掉罗刹国的那些铁甲骑兵，他们的旗帜上也有这个标记。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们是恶魔。东海出现了一艘神秘的船，他们没有风帆，喷着黑烟。蒸汽船，热武器，跨海而来。看来，这不仅仅是入侵，这是一场降维打击。主人，求你帮我报仇，只要能杀光他们，我愿意带路。放心，不管是神是鬼，既然敢动我的地盘，那就别想活着回去。集结全国兵力，造船、练兵。这一战，我们不仅要守住大梁，还要打出去。为了你们，也为了这天下苍生。